高铁袂帮车驶离开，才轮到上大夜班的铁基路维修技师出场。今仔日的迄啥打 PS， 咱今仔就是要做273跟278的保存。咱就是以咱今仔日要做的迄种啥检查的工作，量轨距个量钢轨扩型。咱今仔日起就是做这工课安尼。任务交代煞，高铁工程人员就开始要限时间走小肉检查铁基路。轨护磨耗厚度量测，目前量测轨护厚度16.7 mm， 确认。OK， 即摆右轨轨护厚度16.7嘛吼。是。标准来啊，伊若是磨耗到14 mm， 就是不及格啊。143。轨距1435，确认符合营运列车的内轮轨距 ，OK。东线右轨。确认铁基路够有尾气，这群人就是高铁列车安全营运的关键人物。维修项目就是检查咱的内路的磨耗，甲咱的迄个厚度是毋是符合咱公司的维修标准。保存的部分，咱就是爱甲咱整个的路线，看有异物，也是一寡障碍物，爱甲排除，确认咱的迄个内路的亮带甲这个路线是安全的。确认再确认，就是要将旅客的安全放第一。所落来，就爱靠因外铁基路，互高铁坐起来更较舒适。这架车叫做魔鬼车，咱就对新车交起了后，咱就讲对左营一直往北磨，这段差不多爱磨差不多7个拍，就是走7遍，才当把咱飞机飞机啊形体拢甲调过，调到咱公司的标准啊咧。逐工的工课就是像咱即马画面所磨，即摆磨石啊，伫遐咧搭，一直开始咧磨。伊个硬化层，咱就是爱甲磨掉，就是咱头拄有讲过，保养铁机啊，这个铁机啊，佫会当用较久的，透风落雨拢爱磨，因为这是用机械咧磨，会较机械咧磨。若讲透风落雨，较辛苦的就是下骹的人，因为伊爱看车磨背的状况安怎，来通知车顶的操作手，看是车的速度要走较紧的，还是走较慢的，还是压力要用较大的。这是爱互相配合的。咱铁机啊磨过了后，就爱看现场，看伊磨的这个痕有着咱要磨的所在无？这是重点。磨铁基路车来来回回爱磨7届，甲铁基路的疲劳站磨好掉。即摆伊就是咧磨石啊，你看即摆磨石啊。这即摆是足小的物件，网去摸，你像因手套拢是防割伤，防烫的。你一工若磨1公里外，1公里，左右拢差不多伫10粒至12粒，一工爱磨一个是10至12粒。像今日咱磨的这个所在，今日咱磨的所在可能就是爱2冬后至3冬才可以来磨的这个所在，所以阮逐工咧做的工课。面对这2支铁机啊，拢足用心咧看，因为后摆看到这2支的时阵，有可能是2冬后、3冬后啊。阮逐个拢讲，阮逐个若像路上的行村人共款，因为逐工要休困的所在拢无共，当然嘛会想厝啊，对无？某囝伫厝对无？咱伫外口咧拍拼，这嘛是无法度的啊。一方面嘛是讲厝的人的体谅。做维修的工课就是爱确定讲今日的工课会当圆满等于迄个期待互明仔载头班车会当发出来这是咱上重要的迄个工课啦。